上60岁嘅日代，唔係了唔得到做啱，等到係第二人生嘅開始。白羊同學會都係要同大哥大姐向下挑戰唔識做過嘅事情，實現頭過嘅夢想，潛進深度嘅熱情同期待。準備了，佢能向下展開一場去拍的追夢旅程。退休了後，我投入了志工行業啦，都也已經1兩年。他也中間，我看透了人生生離死別，也認識了兩位同樣喜歡做志工的好朋友，也想希望為你故鄉灑去盡一份力量，本退休的生活過了個還有意義。因為信仰的關係，退休後我喺廟組當志工，2年後變成廟裡的常務董事。喺廟組看到眾生的疾苦，也看到人們面對困難的時節，還係想愛尋出路，使我非常的感動。雖然年歲越來越大，我還係希望能一直服務下去。退休以後呢，我不想閒閒在家沒事做，就自願的到家裡附近的大安國中當導護志工。發現呢，當志工蠻快樂的。在過程當中呢，我還認識了鄧大哥以及曾大哥，已經是阿公的我呢，變成3人裡面的小弟，覺得自己也越來越年輕，越來越快樂了。一隻嘅係桃園太原嘅嚴肅宮，在天人宮太廟，一拜訪嘅三位大哥，因能退休嘅喺各種所在做志工，其中一個大哥呢，都喺亞做志工，今日因能睇下等我要嚟了解因呢。我茶室幾多了？我真係讓我包嘅包。太好，太好。哎呦，你的嗓子又好哦，做個按嘅按片配，我嚟確定一下，天太哥、鄭太哥、能夠戲太哥。哦。哎呀，頭一擺來到一個廟呢按片配到，我當上嘅啲啊。唔能生啥，頭擺做乜嘅？啊退休嘅要去哪裡做志工啊？我上台北就到科技公司，科技公司我到58歲，我58歲就退休嘅。我完全退休，我99年才退休。哦，咁退休嘅去做乜嘅呢？做去哪裡做志工啊？我忙退休，我就做志工嘅。哦，咁聽太講，老係講一下，用嚟蘇師鄭太哥、老戲太哥嘅係嘛？過後我就老歷史講，也愛都從頭大意，創作歌謠版，那創歌嘅拿來學習下嘅行用，啲按樣咩一樣。哎呀，兩位太哥有參加嚇歌謠版，佢有參加，就係按樣面試嘅。哦，啊笨蛋。因為太原冇算客家種啦，嗬，客人都冇按到。嗰個因為參加歌謠班，人家就做熟悉嘅。因為太原嗬，算係第就係一堂客人嘅歌謠班嘅，通山歌嘅，啊其他全部當流行歌嘅。啊我就創立也山歌，有山歌評班，多山歌，係啊全部有。哦，我49年嘅時間。學校畢業嘅時間，就入來太原農會服務，一直服務到97年，65歲續退休。加到農會服務嘅時間咯，剛剛係出事情。農會搞你嘅對象做會員，
非常说有港地的人嘛，哦，有港地的人，彻底要来浪费做嘛啊，搞过两肥料，哎，那地价，哦，叫所以啦，就差不多透过浪费判，所以讲刚嘛就试试加拔，然后其他加拔，哎，搞过，哎，再讲去浪费搞，加试试试，加就说是，哎，然后太现场迄我退休以后，他参加了文化协会，文化协会参加国有班，个讲古啦吼，读书啦，个直接检品了的吼，这样硕士啊。哦，加去泰国呢？邓大哥啊，76、7年就开始认识他了。他那时候做花店，地方的人过世了以后要做市场，他们去做市场。那我是搭棚架的，就有业务上的往来。对，业务上往来。后来我棚架不做以后，我就又卖了家具，他又来高官我，跟我买家具他也是跟我买家具，算3代人跟他认识。我爸爸，我还有我儿子。我儿子现在也跟他有一点往来。你们的关系很密切。对，就是田木腔用的先，如果里面有兜腔下吼，大家就。所以讲哦，俺唔要讲哈，俺凊彩讲，凊彩谈。讲都懂吼。俺退休过后，好像共同的兴趣就是做志工吼。你有能力去帮人家。这是好事。福气，唔看唔出有83歲呢，有83哦。哎呦，咁怕就因為做志工吼，會很後生哦。做志工確實有好處。一件冇係咩動有名啊？嗌忙事來講呢。冇錯。咁按說唔帶嗌去姥姥啊，好冇？好啊。好多堂都能讲啊，你们的缘分很特别哈。我也哈想要问人啊，觉得各自很用哪些人？也两个泰国感觉，在泰国很用哪些人？他的学问很丰富，对这些大庙的这些知识非常的了解，所以说我觉得不简单，一个庙里面能够解释的那么清楚我觉得是真的很佩服他。很有学问，对，很有学问。第二年人水佛，我认识几个时间也有按5年。其实在泰国一对小庙一时嗰度冇人可以左右嘅人，真嘅不得了。真了解啊！用啥讲聽泰國咧？唔也就感覺聽泰國係用哪些人？我認識佢嘅時陣，所以會參加文化社會嘅活動，所以加講太原聯誼講嘅客家推行發展嘅鄉鎮嘅時陣我參加呢度活動。咁我唔講去泰國咧，唔感覺去泰國係用哪些人？學路語言嘅發展咩出遊什麼研究啦，對呢個漢文去研究，太早畢業、唔早畢業，還嗰度研究呢個學路語言你對呢個文化歷史點樣親有情啦寫啦，白寫啦，冇叫。呀，白啊，按用漢做啲同三位泰國碩士。韓國有請人來上花樣同學會，人哋俺花樣同學會就係愛去做一啲挑戰，忙是做過嘅事情嗰時想要問三位泰國，有想過乜嘅事情，有想要有其他兄弟嘅向下去做嘅冇？我當來太遠嘅時間，我會講，呀搭飛機頭，係咩來上天堂來有世界來看世界風景。想要做埋技師做技師來看世界風景。
开飞机啊，开飞机咁唔好呢。进去呢啊，哎呀，哎，轰落啊！当飞机技师不简单呢。哦，你要翱翔天空，哪那么简单的事情？哦，有点难呢。你幾多歲啊哦，喺牙上哦有機會哦，不妨來騎士人車來環島一周，哦，大家來可有個機會哦來這環島一周出看啦。啊大家唔是有興趣哇無？可以參加呢個衝下那個。啊，唔用啥做对嘛？天泰國、西泰國。我想哈，这个没办法服务人家，只是你只达成你自己的愿望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我们3个人都当志工，是不是都服务社会？哦，我们应该来自娱宜人，做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前天我有看一出那个录影带，70多岁的老人呐、做什么呢？做跳芭蕾舞蹈。哎，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好不好？这个比较简单，因为我们可以自娱宜人，我们来跳给我们这些长者看。我認同。虽然没他们年轻的跳得这么好，但是我们如果努力来学习，哦，古总迄边有共識誒，对，老弟妹，剛才去欣唔欣賞？好，剛才拜託你了，拜託你了。哦，拜託你了。好，那家就按你給聽了哦。好，決定。好。好。上面泰國有志工嘅精神，最尾決定愛挑戰7米芭蕾舞，希望做得帶快樂伴大家。不過愛跳芭蕾舞嘅時無按改哦，身體嘅素質聽錯愛改好。第一，眼神愛嚴肅，平衡感愛好，同時愛有改好嘅節奏感，未愛改專心，能有辦法喺短短嘅時間內，同芭蕾嘅舞步記起來。此外，跳芭蕾舞還聽錯愛手腳並用。也對其中2位超過80歲、平常時有過小運動嘅泰國來講，有氧係過大嘅挑戰。當真會開人退而能受呢？一擺3位泰國真經有辦法做到冇呢？好嚟，到嚟。哦，到嚟。哎，來高水哦，按獎哦，有一按好。來，你看啦。乜來個咧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2、3、4。來呀！哎呦，這腳要舉起來，舉不上來嘞。泰國，會好嗎？啊，會好嗎？好簡單。嗨，你们好。啊，你好，老師好，老師。哎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已經知道這是老師，要一對老師明儀。对，我姓陈，然後叫明儀。明儀老師，對，今天就是帶3位大哥來拜師。剛剛看到是什麼感覺？其實我學兩個芭蕾舞，所以唱兩個小阿妹，從小我的時間，是吧？在學習。可是我也有很多學生是5、60歲才開始學芭蕾。對，對啊，所以其實芭蕾沒有就是看要幾歲，因為每個年齡層學的方式會不一樣。這樣子哦。那老師，你現在的學生年齡最高是多少？最高好像是68吧。哦，對，那我們這次要來破你的記錄。好的。這次有83、好79跟70。好的，沒問題。因為像其實很多國外的都會到80、90歲還在跳，日本有很多是70歲才開始學。哇，所以老師接到我們製作單位邀請，其實你沒有考慮，對不對？我沒有覺得不行，因為其實我以前也帶過80、90歲的大哥大姐。哦，對，所以我覺得是做得到。哇，真的。對啊。好啊，那我們就事不宜遲，卡棒的不用下了，我們就馬上來上課，好不好？好。正式上課前，先生帶你眼人看下熱身春戰筋骨，一身筋骨硬高嘅三位大哥，喺暖身家下都痛到挨接接，各種各度嘅春戰筋骨，各項都有困難，可挨要睇嘅時候，一組會係突查挑戰嘅模。
芭蕾的手它都是圆的，所以它不会到伸得很直。好，帮我手下来变预备位，手拿起来，像抱一颗大的球在前面，这是一位手。双手帮我打开，对，到旁边。好，这是二位手。好，右手回来，头倒左边一点点，变成三位手。左手上去，一样眼睛帮我看到你的左手手心，这个是四位手。好，帮我变成手找手，变成五位手，这样 OK 吗？ OK 所以总共有6个位置哦，好 OK 吗？好，那我们要准备把杆喽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双手帮我扶着把杆一下，对，要抓稳哦。好，我们把2只脚合起来，变平行脚。我也大概跟你们介绍一下芭蕾的几个脚位。好，脚跟帮我粘着，脚趾头帮我往外打开，变成一位脚。脚跟要粘好，膝盖要帮我夹紧伸直。好，右脚经过地板擦地出去，对，变成二位脚。好，我们左脚不要动，右脚帮我变脚尖，对，脚尖在地板上。好，收回来变五位脚。好，膝盖有没有帮我伸直？来，大哥帮我把脚趾头朝那个地方，对，再转过来，再转，再转一点点。哦，我是要尽量2个是，对，那脚跟去对脚尖，对，脚跟往前一点点。脚跟哦，要尽量重叠的哦。对，尽量要重叠。哇，重叠就对，要重叠。重叠膝盖就合不起来了。所以膝盖用力往内夹紧。对啊，一夹它就一夹就出来了。对，但是说你的屁股也要往内夹。好，我们试试看，可不可以把手放回刚刚的一位手，右手先放看看，肚子要用力哦，左手放看看，对，手在前面，一位手在哪里？一位手，对，手拉出去一点，好，停住哦，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啊，肩膀放下来，肩膀放下来，对，很好，好，停住5秒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扶回把杆，好，把杆在哪？手放回去。对手小心哦，对手小心哦，对手小心啊，小心啊！好，帮我把脚踩到二位脚，好，右脚帮我回到五位脚，左脚不动哦。这样子芭蕾的位置，脚的位置，你们有记得了吗？真的是莫简单啦！你跳舞啊，要幅度按度啊，佢要用心，要记得，用埋跳，要记得，唔记得做唔得。我们很多芭蕾的动作都会用到蹲，所以蹲要好好练习。看我做一次哦，一个蹲，伸直，再一个，第二个蹲，伸直。好，第3个能蹲多少就蹲多少。对，脚跟可以拿起来，对，后脚跟可以拿起来。好，脚跟踩，好，小心起来啊、哦。然后一个帮我头顶往上长高，踮起来。对，好，下来。变成一位脚，好，右脚擦地收到五位，好，等一下5位蹲要小心哦，一样2个小蹲，蹲，伸直再一个蹲，伸直，好，大蹲要小心，手要扶好哦，但是手不要把杆不要往后拉哦，好，大蹲经过小蹲再到大蹲，好，小心哦，很好，膝盖要帮我打开的哦，好，脚跟先踩了，第一次接触那个舞蹈哦。是太爱个人的看法啦哦，因为从按照课个节目来讲唔出来，但是有几部分哦，個就係顧落去，講乜嘅啦，像我哋當演技哦，你乜講咧顧馬桶喎，你見冇馬桶嘅哦，你見個我是用顧哦，顧唔落，前頭也顧唔落。好，我們要進行下一個動作，好，準備右腳先哦，小的三角形，啊，腳踝在哪裡？低一點點，好，幫我變大的三角形。好，膝蓋朝旁邊，好，放下來，這樣動作 OK 嗎？可以嗎？會抽筋呢？对啊，会抽筋那个。會抽筋呢？哇，老師，如果我想要像你們這樣壓腳背，就覺得要抽筋了。對，會很容易抽筋，所以我們有很多學生上課上一半會腳抽筋。小的三角形，小的在哪？對，好，往上長高，大的。肩膀就起來了，肩膀要放鬆哦，還回到小的三角形，好，放下來，最後一次小的三角形到大的三角形，好，回到小的三角形，
好，帮我放下来，还 OK 吗？好，帮我把脚动一动，脚踝动一动，放松一下下。不 OK 哦。许大哥哪里不 OK？要抽筋的感觉。你是觉得哪里要抽筋？我是这边呢，我是脚底。这个小腿就要抽筋了。小腿。哦，我是想要压脚背就会抽筋，哇，就觉得它快要抽筋了。这个地方。哦，这里哦，会痛吗？小腿的会痛吗？不会啊，不会痛。拉起来就是哦，而且你很可爱，你就是这边，然后你会整个起来的。嘿，帮我把右脚放前面，脚往后踢哦，踢一个，然后回到前面。你们要从镜子看到自己，脚不能歪歪的。你踢上去的膝盖要是直的，不能是弯的。好，走，踢2，这只脚往后踢，走3，大概这只脚往后踢，对，这个往后踢，走4，对，很好，点前面，放松一下脚踝，手动一动。还可以吗？可以的话，我们要进行下一个阶段，我们要把把杆收回去喽。哦，好，我们的左手放在旁边的人的下面，右手放在上面，这样牵对。好，然后这只手靠近，对，对，你要跟主持人还要牵。我们要这样子一起踢脚哦，踢左脚，踢右脚，踢左脚，踢右脚，最后4个4，对，3。踢左脚，踢右脚，好，放松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如果用跳团体的话，哈，你4个人连在一起的话，我的动作跟你的动作不见得配合啊。我觉得，我们天鹅还是独立的比较自由啊。那刚刚老师有说，我们其实到时候跳都要牵着手，对。但是我们不是跳原民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原住民的，我们是跳古典吧？我们是跳天鹅湖的第2幕，里面有一段是小天鹅，然后是在说小天鹅在湖边玩耍，对，他在叙述这一段。哦，我们到时候是小天鹅哦，不是老天鹅，哦，不是老天鹅哦，4只小天鹅在玩耍，不是黑的，不是黑的。上面睇過因為完全冇跳舞嘅基礎，甚至到上課進度有失敗慢，是講有一定配合無。尤其先生愛眼人因重複練習4隻4天鵝數牽數跳出場嘅舞步架下，韓國係看得出人能嘅耐心同堅持。雖然開音一白，還係硬手練嘅貴州神呢。因為先生一擺拖嘅舞出天鵝湖。一開場4隻4天鵝牽數行路，非常靠讓大家有個卡幕。讓日睇過，亦能喊團嘅約好出來練習噃。哎，泰哥，哎呦，馬莎，安英哦，哎呦，安英子哦，久冇看到你呢。係啊，哎，你上拜上完第1堂課啊，終於有強背掉上陽通冇？我有感覺，有啊，昨天有清河賽啊，雖然啊冇咩個職業運動啊，那特別又冇晒擋住啦哦，要久嘅時間啦，昨天講試到。一下就落高。會甜哦吼。係。我建議老師教嘅敢還記得？唔記得咧。你記得。這預備是吧？哎呦，預備位。然後一分位。這個腳要怎麼站？要這麼站的。5是這樣子。哦，錯。5。哎。寬數。剛剛老師還有給講到嘅芭蕾舞沒有一啲動跳咩？那叫咪有冇？那我們要不要比賽看看？其實輸嘅我唱太假是假比。好來，1、2、3。耶！不，比賽。哎呦！中獎。哦，唔係是上些老人叫用呢。你去按行睇咩哦？我係建議講，人家就
动张呢，就平常时就有运动。有啊，基本条件你讲，哎，要活就要动。不过刚我们动力会员呢，还可以这样经济独立。有些人没办法呢，俺们再来吃一拜比赛，我们再试看看，快慢眼清楚，1、2、3。这一次我不会输了，我不会输了，我一定可以赢的。哎呦，我一定可以赢。这个比啊哈。哦，去哪里？泰国我有发现哦，弄大半人的上夫就冇穷色，你们有讲好吗？冇啦。你得弄按多按那些上喏。做志工哦，嘅一年吼，有按多量，嘅3个。嗰种人家都唔是讲好，青菜就做得安嘞，3种颜色。好，你看随便就穿红绿灯出来。我同小一弟啊，人家就做按球的志工吼，又按有心。做志工的也很多的过场啊，有乜个印象很深的事情吗？前年我去做志工的时间，要落飞牙坐很多个，突然来，我其他我去了，都在带我去老啊，就插进去，就叫你去老，以后可以用上面，人不平啊去，皮上来米去的咩，过了后1礼拜，就当打电话问我。用假名啊，我见我就去买人查票我就去啊。前段时间佢就留下来一个，用叫一栋4楼班的屋嘅。讲我孙五屋啊。係啦，我講唔是呀，唔是，我講我做志工冇一樣條東西，專門。廿來有學到冇？廿來冇哦。哦。就常常咧，真係當開發。咁有學到冇？我就根本。做志工嘅人唔可以談安樣東西，過後我轉來，第1禮拜，也成就打電話來，講實，我未有見，呢度已經年長嘅人了。哦，我就出來見咧。都書房人就走嚟。哦，就走嚟了啊？人就親喺外面，叫叔叔喊你過來。哦。係哦，金子要拿給你哦。呀，這只係嘢啊。係啊。唔爭見過以3拜。總共7拜啦。哦。連送以4拜。哦，連送以4拜。按用我3拜就有按你嘅緣分咯，嗬。按研究給我呀。飛家本來身體冇好，但是因為參加登山咧發通以後呢，屁股嘅病都冇嘅。但是冇想到啊，60歲左右嗬，就得到一個病，可能人講嘅腳會灌水。你太醫院哦，主要看那腎臟病，一次佢都冇發展，結果不但冇醫好，第幾年的時間，喺腫瘤科醫生來看，發現到那裡過敏，結果喺處理咗嘅沒水，no，先處理係看到化驗講，確定嗰種是有嘅咯。有那癌症啊！檢查結果又看唔出，我是基本牙球嘅，加牙飛加腦太多，免佢做醫生。而家看，醫生講痔瘡啊，牙齒又偏哦，冇必要急救啦，來看較快啊！所以每按呢，在住院就差不多一定嘅分泌按嚟衰退，要唔好擘個緊固啦，所以分泌按嚟衰退啲，真不輕啦，不好。要嘅喏，乜嘅呢？牙咩記？牙咩記？更加拉也沒有。拉53歲，伊化驗到講係胰臟癌末期，結果伊又咩冇預好，到去年4月18，所以講我就講人生哦，正經講，喺長期按嚟用喺70、80歲，下邊來伊老了。咪腰財萬歲，富昌富水，然後兩個人非常。我老問㗎，結婚58年嘞。現在我要帶他出去，我是要帶他出去。你現在他不走，以後要走機會很少。我是不錯，我是帶癌症已經11年了。
现在它已经转移了，转移到这边。我这个眼睛看不到了。我常笑人家了，年轻的时候拿青春去换钱，年老的时候拿钱去买时间。我现在就是买时间。我现在一开，我就全忙，我老婆怎么办？还要拖累这子女，这样而已。刚才还继续做志工呢，对。还在做志工，对啊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现在这样没想这些的了，不简单。人桑傻就会，很多重点都放在别人身上。不说整泰狗就会，因为你的天泰狗没有类似的经历，故说你就老几讲，哎呦啊，他给你的分享，没感觉有帮助，系咪？有帮助，尤其我就感觉到人生。人生的处境哦，就出了刚才讲起来吼，不人家到65岁就亡身，那53岁就亡身，哦，对你的打击，咩打击咩动态？动态到痛，亲鼻痛的事情啊。我说有朋友按用讲就以后啦，系啊，他做志工，又係好朋友安尼。做佢兩位差講嘅，人還有個能力哦，平時照顧好人自己身體。有個能力，不會太趕，不會，對，犧牲奉獻。其實也係上去好芭蕾舞，咩係上去本太家看的呢？上去娛樂大家呢，有心呢。不過還會記得，我們有任務哦。自己一人。係啊，你今日都第二堂課嘅喲。第二堂課。我行嘛，我緊張嘛，唔地先生我搞嘛嘅。我有。年老當然學盤他嘛。嘿，客語有一句是老了才來學吹嗩吶。頭都唔係講有嘅，周轉有練，加練嘛嘅動作，還記得冇？三角形咧。大三角形。所以還有安尼嘅係喏。踢咧。嗨，老師。踢腳。上周練習的回去有。大哥。太順了，練得不好啊。今天再來努力加油一下，好嗎？哇。那也要把我散開來。簡單熱身過後，先生帶恁三妹太哥做韓國男嘅芭蕾舞蹈動作，一晚甚至結合嘅音樂，安排嘅舞蹈嘅轉身彎位。不過按到嘅太哥可能係因為多些嘢，講冇基礎，咪講冇體力。唔單止上班上課嘅內容做得講聽表係強強，一班上課又要搞新嘅東西。一三妹太哥正經有辦法囤到找舞譜，韓國轉身彎位都記起來下。好，踩出去，收後，旁，前，對，這樣。對，然後後前後，不對。右腳踩下去，然後左腳後，對，後先點後，對不對？點前，點後，點前，然後再踩出去，收後。剛是教上一班的，算是第二段的。第二段的音樂偏快，他們就是比較跟不上。是。對啊。他們今天的狀況是比較。覺得上禮拜的那個對他們比較難一點點。好像今天的會比較。對，今天新的那一段，對那一段會比較 OK。本來預計是今天的加上上次。對。可是好像真的會有一點點吃不下去。發現那個真的核心很有力耶。因為對老人家好像不只是做動作做出來而已，好像是。發現太哥正經聽進度唔多，我哋暢快同先生討論，今天同舞蹈表演縮短一半，開場嗰個意識團嘅短劇表演，也應該係人能夠曉得的啦嗬。第一擺。發現正經哦，芭蕾舞冇演的，芭蕾舞就會往上我說你不演就是核心真的要很有力，評估過後冇嘛可能，就係可能今日的。咩係先有名嘅曲嘅啦，都可以幫嗰個人假使動作做出來，感覺應該都睇得到嘅效果。因為眼嘅時間唔拉嘛，故所一般可能只有幾團，忍痛放棄，這個很難的。
师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不是很多动作都忘记了？就是你不太。都台风来下叫我，因为哦，一音乐吼，上次落机的时间我落唔到。今日喺李总嘅聽書下，我哋邀請嘅副區內嘅總批來看表演，打造去泰國如屯輪擺做志工供養，先屯重提布擺好勢。為到愛節目個豐富失敗，除係邀請副區內嘅兩位李總到場以外，還有沙期嘅Apple Disco 未來聽鬧熱，芭蕾舞嘅初高未帶來專業嘅表演，接下來都係一定重要嘅表演了。新模園咧線上啊吼，其實咧3禮拜，到咧羅學生啊，甲羅天鵝啊表演的啊，你啊問羅天鵝出來的哦，羅天鵝叫哪去呀？哎呦，出來健康嘞！大家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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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。按到台南去，大到三家熱心公益，在高夢中嘅羅天鵝，唔錯，係蛇天鵝。呢條平時哦，出都得有提過嚇，劉美琴歡喜，都喺碧湯順嘅長山歌。桃花開來到哪裡喎？阿哥來相愛，心中嘅擁心房。一向來曖昧，眼中哪裡得？一向來相愛，心中相逢。歌唱歌唱來心在心陽哪裡放啊？對喲。哎，老天鵝啊！不，老太婆啊！你唱給狗唱8聲年的呀！你彈啊，彈到莫神仙。俺苗。睇個語料都係啊！個講古啊！今日講古嗬。兩位李總，大家好。大家知冇？泰橋園有一間186年嘅老廟，我哋嚴書橋。佢服侍金田太子，客人講到金田宮啦嗬。大家來參拜金田宮嘅時陣，我學習嗱金田宮咧，太橋田做好良見，寬衣容易，做人做事嘅道理，歡迎大家來參拜，什麼大家？呢條嘅嘢吼，細個都按簡單，按無聊誒。而且都有人嘅，該長牛欄嘅筆筒啊，攞一隻當然刀，當認準嘅該。天鵝王子。你跟我做朋友嗎？有演啊！下個誒按演到，佢啱做平做得冇。按用哦。就我按正咯，你講嘢了好無？講嘢了哦，按用哦。唔過嗌吼，都好跳舞哦，唔一樣的好跳舞哦。我們係啦。好啊。
来走了哦。因为没有尝试做过东西，还是有一点紧张。不过今天还好啦，今天老师啊带动我玩看啊，对哦，运动还圆满了。紧张我是不会紧张的，因为我都在办活动比较多嘛。好像跳的不是最好的，感觉说我好像还没有完全做到。其实我很难得上舞台啊，我能够在那边娱乐大家，觉得很可以，很可以。大哥头头看你感觉样诶？当欢喜，当强哦，嘿，呀，三位阿哥吼，当厉害哦。三位太狗哈，懂会表演哈，以他们的年纪哈，哎呀，可以走得出来是相当。如果是换我们的话，我们还不敢上台，而且他们又是穿这个，你看男生穿这个哈，非常难的，很有勇气，棒，很棒哦。崇仁大哥真的勇气可嘉啊！是，棒，真的很棒。我第一次看到长者这样子勇气可嘉，这样出来表演，真的是很棒，厉害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台上的3位长者哦，然后看到一个，哇，怎么很像是我认识的，但是我们又好棒哦，然后能够穿这样子，真的是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。你有差一点认不出谁吗？还好，我是看得出来。我是觉得这个活动很好，可以让更多的人有勇气做自己，然后去尝试不一样的角色。我觉得你们的节目很棒。要比戏泰国的。大嫂，不牛哈，大嫂哦，刚刚你可我好像看你收到动欢喜哦，看你感觉样诶？我看到吼暗个路径，我看到暗等一下哦，那下都直接准，懂等一下哦，妹，好，刚刚看阿公跳对不对？你之前知道他在干嘛吗？有看到他在跳啊，有看到他在练习。那刚刚看了感觉如何？练习成果不佳。那看到阿公这样，一开始有不习惯吗？当然不习惯。要比整泰国的新 Q 是吧？刚刚看到那个你的那个公公跳哈，感觉怎么样？不错啊，而且呢很可爱，很淘气的味。因为他一直以来都秉持着一个精神，我很喜欢，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。他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是活泼开朗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不管在任何的场合，他的风度都很好，这个是我很佩服的地方。然后今天这个形象有很大的变化，你有吓到吗？进来的时候我就吓到了，不过后来觉得真是好可爱哦，很可爱哈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法优神奇芭蕾，成功。可能上3年上东后宽吼，给谁啦？谁啦？对啊。我这个眼睛看不到了，我常笑人家了。年轻的时候拿青春去换钱，年老的时候
睇節目協賽過後無依舊嘅，天太哥同藝人聯絡講，楊木祖都會開刀嘅，手術過後可能會全黑黑，都看唔到也世界嘅。而希望做得睇手術之前先看到節目，所以我就帶恁節目檔案來天太哥嘅路卡皮欣賞，而還係貴安言貴吃菜呢。哦，冇咧，冇咧，可能咁講用嘅。啊，我咩冇想講，死到80歲，走嚟做古董嘅表演邊看？唔過大家都看到安歡喜呢，吼，喺妹妹都有成就感。也沒娛樂人家啦，用做古董用嘅。做古董。我想講佢神光跳跳的，讓我跳安尼舞。哎，好，感覺哎安尼咩喜好哦，哎呦。可以啦，他喜歡就好了啦，我也不會阻攔他啦。哎呀，其實本來年人前就應該要開刀，吼，係要開木柱係冇。係啊。嗰種也係有片木柱係完全看唔到。一邊看唔到。哦，一邊1.2。嗰種開刀嘅風險就係嘅癌可以處理，唔過就係可能會看唔到。會影響木柱啦。會影響眼睛。有沒有？不開又不行啦，啊開的話又怕看不到。反正就是要走這條路啦。就我先頭嗱我講嘅叫，唔係好嘅心情啦，會影響心情，會影響人嘅平靜。從係啊，我看呢條出嚟，喺我穿越嚟。啊，用呢種嘅心情去面對嘅世界，啊，你就唔可以講，哎，可唔可以影響不卡你呀？我相信看到夜視節目嘅觀眾，咪會感覺哇，表現到按豁達，吼，大家都會學習更多。我哋咩對人嘅生活學到更多啊！啊，咩希望天太哥吼26個嘅手術一切順利。是麼？謝謝你們，謝謝，什麼大家。